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粵深分行 Fleming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咧就萬景峰一個中層 F 室單位咧，接近係望一個正南嘅方向嘅，而可以我哋喺露台嘅位置咧就望翻晒內園景觀啦，同埋荃灣市嘅一個景觀，亦都高過晒對面好多嘅樓宇嘅，咁所以景觀比較開揚啲。事不宜遲，我哋望個單位先。單位啦，我哋喺客廳嘅位置咧，望出去就會有一個荃灣市中心嘅一個景觀啦。咁今日落雨，我哋就行出去好遠啦。咁可以望翻晒咧，就一個泳池啊，內園部分咧就非常之舒服嘅。之後咧，咁我哋去睇翻客廳位置啦。業主簡單就擺咗個2人座位嘅一個 sofa 啦，同埋一個細嘅電視機同埋電視機嘅位置台啦。側邊擺到個琴啦，其實都非常之舒服，適合小朋友去一個玩嘅地方啦。而係啦，我係睇翻飯廳位置咧，咁擺咗張可以伸縮嘅台啦，咁可以根據翻人嘅多少啦，咁可以拉間全去咁樣啦。之後咧，咁亦都有個裝飾櫃，門口咧入到嚟就會有一個鞋櫃擺喺側邊啦。其實都仲有好多空間去擺啲入到門口之後嘅一啲東西都可以。主人房嘅部分啦，咁我哋入到嚟會見到啦。善用咗嗰個窗台位置咧，將一個墊咧推埋入去咧，小朋友有時都可以黐住父母咁樣瞓下啦。而可以令到個空間咧喺呢度都可以擺個大嘅梳妝台嘅，同埋3格大衣櫃咧到接近到頂咧都仲有空間，咁所以可以個儲物量咧係非常之多嘅呢度。小朋友房咧，做咗一個上格床，下邊一個衣櫃位啦。呢度因為樓底高啦，所以其實會睇到上邊咧，就算小朋友坐喺度、企喺度都仲係有空間，唔會到一個頂位咁樣，係好舒服。同埋就算我哋大人咁高啦，行到去呢度咧，都係唔會頂頭，非常之舒服嘅呢一個高度。而洗手間啦，呢度最大嘅優點咧，相比啲好多新樓啦，就係佢係會有一個有窗嘅一個設計啦，會變咗咧係令到人好多都會中意呢一種嘅風格咁樣嘅。最後啦，我哋睇埋個廚房位置啦，萬景峰一個廚房嘅優勢咧就係佢比較大嘅一個 U 字形嘅擺局咧，其實個格嘅一個數目咧都非常之多。如果稍為改動下咧，可能甚至乎喺一個抽油煙機上面呢個位置轉一轉，加翻個櫃咧，個收納量仲更加多啲添。